大家好啊，我係余老師。校際音樂節咧又完咗咯喎，咁咧呢度咧都係小朋友攞獎嘅分子啊。咁咧你又攞獎，佢又攞獎，咁學琴係咪淨係為咗攞獎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講一個正方體思維法。原來咧一個正方體咧有6個面，我哋去諗嘢嘅時候咧，可能可以就用盡呢6個方面去諗。譬如你哋有冇諗過點解要俾小朋友學琴呢？最初可能就係你又學，佢又學，人人都學，咁我哋學琴就係必須㗎咯喎。慢慢開始咗學琴，就發現咧原來可以訓練專注力喎。透過每一個星期30分鐘，老師1對1，好專心咁樣陪小朋友去上堂，小朋友嘅專注力咧，亦都係咁樣訓練翻嚟啦。另外，原來只有鋼琴咧係左右手同時間一齊去用嘅喎，訓練埋左右嘅協調，係咪好好呢？咦，學咗一段時間，我哋咧會有一啲實堂嘅課程，令到小朋友喺短時間之內咧可以上台表演喎。上台嘅時候訓練下自己嘅信心，同埋練下個膽，行步路出嚟都大方啲啦。最實際嘅就係升中學、升小學喺報名表上面都有一欄就係興趣同埋獎項喎。咦，呢啲證書咪啱啱好可以寫落去啦。講到尾，最重要梗係興趣嘅培養啦。好多小朋友喺我哋教室由細個開始變到高過我咧，佢都接住咧每一個星期咧都嚟呢度上堂喎。可見佢哋真係好有興趣，而呢個興趣係送俾佢哋一世嘅禮物。